人民日报说，普通的父母最好的教育，分享给你。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父母，没什么优秀的资源和太多的文化，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，那我们不如就多鼓励他，多认可孩子，多表扬孩子，多理解，多支持孩子。不要把自己的认知焦虑、恐惧、愤怒、危机转移给孩子，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。孩子若是平凡之辈，那就承欢膝下；若是出类拔萃，那就让他展翅高飞。接受孩子的平庸，就像孩子从来没有要求父母一定要有多好。穷不怪父，孝不比兄，苦不择妻，妻不凶子。